梦着你的梦，才会听惜着你的悲伤，对着你的笑容。你踮我心内上深的所在，敢若听这句歌词，咱就互伊挽去了。这是作词家罗文聪心血的杰作。啊，毋那敢若这曲歌尔，还有光辉、伤心酒店、悲情歌声、金针花，嘛拢是罗文聪老师的作品。是讲过去你看伊歌唱比赛咧评审咧教人唱歌，梁笔也真罕得听伊家己讲过程、讲心情。国情当要先来邀请，甲伊作曲一对手，另外一个音乐家曾淑琴，讲起和这个好朋友私底下相处种种的经过。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有感觉到他在写歌，不管是华语歌或者是台语歌。他填了一个词《伤心酒店》，也算是他非常代表，而且是他这个崭露头角的一个作品。哦，才发现，哦，原来罗老师这样摇。包括后来我发现他自己也会因为开始写歌，他也自己去弹这个键盘 keyboard 这样子，所以他都是慢慢自己去自修的。然后在跟他深聊之后，也才发现说他台语的底子也很厚实，因为常常会听他听讲一些台湾的俚语，那对我来讲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从来也没有想过说会跟老师会有创作上面的，而且特别是会是台语歌的一个合作。然后后来他离开了点将到大信唱片的时候，也负责在做二姐江蕙的专辑《半醉半清醒半醉半清醒》。我觉得他其实在做唱片的那种很认真、很严谨的一个态度，很负责任的一个态度，其实也是后来在这个担任评审的工作，或者是在社区大学教课的时候，让他的学生们都非常敬佩他的一个原因虽然长你岁，但是我觉得你有时候也挺像一个哥哥的，会提醒我，或者是给我很多学习的机会。那也谢谢你的照顾。那希望你老师在说这个要提早退休，我觉得不要那么早啦，因为那么多疼爱你的学生们还需要你，而且我觉得你对你的语言那么样的熟悉又那么样的热爱，我相信你一定也希望继续用你的歌声还有你的创作，把你心里面最真最善最美的一颗心，然后呈现在你的闽南语的作品当中。希望能够再听到你写一些譬如像你让我心内上深的所在这样的歌词。找无我爱你，敢讲咱的情已经是过去？有你踮身边，轻声细语，什么不如伊拢会当放乎袂记。当作一出戏，一句对不起，若是故意，为何你这无幸？白白来放弃，啥人肯愿意？我对你的心，可比天悬海地深。爱愈深深愈硬，袂定情。一段感情是幸，也是不幸。爱愈深深愈硬，起起
情，到如今，上界已经来作声。我爱你，袂当无你，爱到何时才有你的消息？做一出戏，一句对不起。若是条故意，为何你这无幸？白白来放弃，啥人肯愿意？我对你的心，可比天悬海地深。爱愈深，心愈硬，袂定情。一段感情是幸也是不幸，爱愈深心愈硬，起起落落的心情，到如今伤害已经来作声。爱愈深心愈硬，分离无情无义，世间痴情的人不是无勇气。爱愈深，心愈硬，起起落落的心情，到如今，上界已经来作声。我爱你，袂当无你，爱到何时才有你的消息？相信观众朋友甲古前同款，常常看到作词作曲罗文聪这三字，嘛想讲到底这位老师家己人生的过程是怎样变迁？来，咱进来欢迎作词作曲家、台语歌坛名音乐家罗文聪老师。老师欢迎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文聪。古镜头对我来讲啊，嘿，大家拢看到 KTV， 拢你的大名，遐尼侪迄道的歌，啊，毋过吼，你家己拍拼的过程。踏入业界的过程，照各种所在，敢若拄退伍就有迄个机会，讲起来毋足福气咧。做兵进前，读册时阵就是学校的乐队，我是分乐团啦。然后呢，对音乐就是非常多有兴趣。直直想讲，那退伍了后，是毋是会使甲这音乐当做专家的道路？啊，就正拍拼，就写履历表，互每一间唱片公司。我会记得当时是7月1号，我退伍。但是6月底我已经写履历表，结果有一间公司叫做点将唱片，伊就甲我回复讲叫我会使登去面试。但是我等下到厝时摕到迄个通知单时已经下晡啊，表示讲7月1号我拄啊到，但是已经过去啊。啊，我就紧敲电话问公司讲，我今仔才摕到退伍令，啊，已经下晡啊，敢阁有这个机会？叫迄头家就讲，无紧，你过来看卖啊。面试我的主管叫做姚谦。伊敢若对我印象袂歹啊！我就直甲我问讲啊，你要做啥？要做啥物？有啥物兴趣？爱听啥物歌？问甲足详细。结果我就讲啊，恁公司的歌星嘛，敢若还好。我那是拄啊退伍白目，然后也不是很清楚，唔知讲安尼讲婆婆塌塌，就是讲我就伊问我就直接讲啊。伊就感觉可能我这个个性直接啊，不会做作，伊就讲叫我啊，你敢有想要来做助理？结果以后我薪水足低，我想哇，这低，我今做3个月看卖啊！哇，迄3个月对我来讲哦，正经的我认为是人生来讲哦，足臭的。为什么会臭？你敢知？因为当初吼，你讲批评遐海好的歌星，惊你找你报仇。冇想找我报仇，就是讲因遐歌星那个时候拢足红的，但是我唔是讲我讲还好，意思讲我本身没有偏好，并无代表讲伊无好，啊，就是跟咱白目讲话吼，袂晓转弯世界，啊，就直接讲啊。
结果去做3个月了，我真正互伊唱片公司吵得遐妈剩半条命。拢录音录到迄个半暝，因为我是住家人，我逐工爱通车，半暝就无车通等去家人，我就搁坐轎客转去。但是我是足珍惜这款机会，因为迄当时公司，阮公司算到伫迄个时阵成绩非常好。我日时爱做江苏娜，暗时爱搁做曾淑琴，爱搁去带林慧萍。所以迄个时阵公司签足侪歌星的，我拢是我一个人做，我那是助理嘛。但是我真感谢迄个时阵。唱片公司给我做这个机会，是会使去接触做这大咖的制作人。我比如甲这个老师学一寡，甲迄老师学一寡，3个月了，我感觉我有成长，学到做这物件的。虽然讲真忝，但是3个月薪水15000块对我来讲是足无够的。我希望讲我遮认真拍拼，看卖3个月了是毋是调薪变成正式员工时阵薪水会调。叫3个月了我看你薪水底下。调1000块，16000。敢若坐轎客都无够。嘿，就是安尼，我就讲15000块，敢若迄个交通费我都无够啊，我就马上递辞呈啊，歹做啊。我递辞呈了，头家就紧张啊，甲我约去外口咖啡那啉咖啡，你为什么歹做？我讲我做甲遮辛苦，你甲我调了1000块钱，我3工食较好的意思嘛？你拢无看到我的拍拼，叫伊就无讲，无你调偌济你要做，安尼呢？后来我才慢慢的了解，讲原来在这个业界。就有能力的人讲的大声，你若感觉讲你爱偌济钱才有够，伊就要互你；伊嘛感觉你有这个价值，伊就互你。包括伊咧签歌星嘛共款，伊若感觉这歌星会使甲我趁钱，我就开偌济拢无要紧。这是我第一个学到的道理。嘛是敢讲。就是这段时间除了学到制作唱片，还有学到一些那个生理人的角度啦，应该是安尼讲。后来伊就调我2万啦。那个幅度算蛮高的但后来一个讲，我慢慢要给你升起做经理，你好好做，是安尼，后来我才留下来。讲实在，我实在是开始是写华语的，台语老是讲，我唔是真正厉害。迄个时阵啊，结果像头家签工会，因为伊是阮公司有江苏娜，伊就甲江苏娜讲，恁这最近无合约，无约来啉咖啡看卖啊，伊就啉讲完了，决定要做啊。伊就讲，阮咱公司签一个台语的大咖的，你好去甲咱这歌单所有业界会晓写歌，全部靠敲电话，莫讲是工会要唱的，伊就讲是一个唱歌足成工会、足够唱的新人，阮就开始敲电话所有的大咖的拢大咖的，包括当时什么熊美玲、林秋离啦，郑华娟啦，反正李宗盛啊、小虫全部都打。不过老师。你讲这本地拢唔是写台语对，但是阮公司的资源都是拢唔是台语的啊。阮唱片公司是拢做华语的，因为当时阮公司有张清芳、尤克里林、个曾淑琴、江淑娜，拢国语的嘛。就是签工会了，才决定讲要来试看台语。台语的卡，国语卡，我搁卡互黄敏，我搁记得黄敏老师，搁伫时阵，我嘛敲电话讲阮要做一个新人，足够唱的。黄老师嘛写风水好也水啊。嘿，对，迄当初就收足侪歌，就收到迄个酒后的心声，但迄个毋是叫酒后心声，迄个叫做酒烧酒了解我。结果做完录完了我就感觉奇怪，这歌呢拢逐条歌拢会使做主拍歌，迄个时阵，结果你想要搞出片出去了，唱片出去了，头前3个月是无啥咧叮当，3个月了就足恐怖的呢，逐工5000、1万安尼出货呢。就3个月发酵之后，迄块歌完了变成大街小巷都在流传。毋过市场点字字的时候，迄阵你会紧张？足紧张的，因为他是阮公司头一届做台语，足惊头一场啦做失败了，后壁是要安怎？迄当阮是规公司拢足有信心的啦，感觉这块歌一定会大掉。因为足有质感的嘛。以台语来讲，迄个时阮感觉做到袂怂，搁有一寡新的创意在内底。那个时候我记得是1992年。股市万点的时候，哇！那时候真的是真正是，唔咧操蛋的，出货出甲足恐怖的。阮公司大概安尼放炮欢喜到要害去。迄年的尾月举国欢腾，对阮公司来讲是安尼。施文彬，听讲原来甲你头拄仔所讲，酒有烧酒了解我，就是酒后心声这条歌，敢若有牵连对无？讲到施文彬我甲伊缘分嘛，算做点特殊啦。因为伊算到敢若是伫台中咧驻唱，伫歌咧 pub 驻唱。其实伊咧台中就小有名气啊，原因是因为伊拢伫台顶唱酒烧酒了解我。迄个时阵酒后先生还袂出来，伊就是唱完这块歌，Q 一
制作人听到，就甲签起来。啊，我当当咧工会咧收歌，想讲这个歌互工会试看卖啊。叫工会唱完了，我就感觉这个歌应该是主拍歌无毋对，因为工会唱完了，我感觉效果足好诶。当就是这个原因，公司就是讲要来签施文彬。所以迄个时阵，主要新片内底有一首歌叫做《伤心到何时》，有一条，就是迄个歌嘛是工会家己听到日本歌，非常的介意，伊就无讲你会使填词无。我就甲填完了，伊就叫施文彬来合唱。所以当中施文彬是还未出片，还未正式出道，是先来这个唱片内底甲工会先合唱一个。但迄个歌无拍，但是因为唱片卖到太好啊，所以迄个歌就有去互注意。注意了后，阮就半年后马上搁筹备迄个感情放一边。阮真正吼，人讲一张唱片搁咧头一张搁伫咧卖时阵吼，你就马上乘胜追击，搁要收第二张，就惊家己讲着家己啦。叫想要搞第二张嘛大条，因为迄张内底搁有伤心酒在内底。你是啊？迄个歌就是搁好，因为伤心到何时袂歹，效果袂歹，就搁互施文彬搁继续唱伤心酒店。唱完了后，毋是，我感觉这缘分足特别的。伤心酒店是当初无想要拍的歌，结果。感情放一边出去了无偌久，工会主动甲阮头家讲诶，我伫外口听吼，拢讲这相亲这条会着呢，所以你吼叫施文彬连夜赶上来，咱紧来拍 MV， 咱第二波先拍《伤心酒店》那首歌哦，也改变了我的命运啦。无情风雨破流通，又搁怀念彼一暗。希望你会知，甘愿为你忍耐。时间一站过一站，去路完全无由人。啥物轻重，偌多美梦，敢是空？你放阮一个人，茫茫的世间，对你的思念声声怨。你放阮一个人，做无人听透，早日转来，予阮搁再记着你的人。坚心等待你的人，不管痛苦千斤重，因为你是我寄望一生的梦。无奈命运创治人，花开花谢黄后冬。啥物期待，偌多悲哀藏心内。你放阮一个人，茫茫的世间，对你的思念声声怨。你放阮一个人，做无人听透，早日转来，予阮搁再记着你的人。放阮一个人，茫茫的世间，对你的思念声声怨。你放阮一个人，做无人听透，早日转来，予阮搁再记着你的人。
写完《伤心酒店》，我感觉我会晓的台语差不多拢用入去。啊，但是没想到造成这么大的回响。然后呢，所有的歌星哦，包括那个时候啊，陈英杰啦，哈，然后谢金燕啦、林燕如啦，好，全部都打来。那我就讲哇，一粒头毛咧烧，是讲咱会晓的台语都差不多拢用完啦。哦，主要开始我才觉得有压力。那我是怎么样充实自己？是因为我拢开始找长辈开讲。我就问他说：“这台语的语法安怎用？啊，比如讲这个艺术有什么款的替代词可以用？啊，凹下面文，我是这样做笔记，慢慢才写出这么多台语的。不然我真的无法度应付这侪人，因为大家都看电话给我写台语。啊，我本来真的是跟他想要写华语，对台语老实讲我没有那么多的琢磨，就是因为伤心酒店了，我感觉讲，既然人就看咱会起，咱就较认真的。”所以迄当中我是做认真的写歌，啊，包括迄当嘛招会嘛，同事要招唱歌，要招剧场，我都讲我无闲，好，我有工课爱做，所以我就伫厝闭关，伫咧写，安尼，啊，才写出200-300首歌安尼。啊，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做过蔡琴的飘龙之路，哦，迄张规张的台语拢是我帮伊制作的，啊，然后伊嘛无啥人讲台语，啊，我是一字仔咧教安怎念。啊，在录，叫迄啲歌录完了，效果袂歹，甚至卖到比伊国语歌更较好哦。啊，伊个那一年个入围了金曲奖诶最佳台语专辑。蔡琴的声来唱台语是最有质感的，因为伊毋是像传统的台语歌啊，迄款声音无啥共款，伊声算得高，个低音个足水的。啊，但是变讲台语歌会使做伊的副产品啦，啊，当然伊的主产品是新歌，但是。副产品也是要留下一些经典，因为我靠一寡做像这留声机啦、卖音响的，拢咧放伊的歌，你知伊声是足好试，迄个音质好也无好，的一个标准。连电影都咧做，嘿，拢咧做，所以伊声有独特性。所以当初来帮伊做这飘龙之阵，讲起来迄张卖了袂歹，啊，本来是要搁做第二张，啊，已经咧收歌吼，因为都把一寡经典的好歌搁收过来，啊，再互伊唱看卖啊，都一块歌较下伊的声。就迄当中就拄到一寡唱片公司转型，就一个国际公司来并购，啊，所以当点将唱片都卖互 EMI， 足可惜的啦。是讲老师迄个时阵，点将唱片确实收连续5-6档，足大伫咧市场发挥出来，甲其他的唱片公司所行台语的路线，完全有前差。啊，照你头拄仔咧讲，迄个时阵嘛是你创作量上介大、上介济。包含爱愈深心愈严，还有咱大家知影亚兰姐，放阮一个，这质感有够好的歌呢，老师。老实讲，我大概讲这个歌，我当想吼，迄个思绪会登去较早迄个时阵，咧录歌的时阵，因为迄个作曲家是陈进兴，啊，因为即摆人嘛已经咧做先啊。在陈进兴老师写做这歌呢，像《掌声响起》嘛是伊的作品。啊，当初阮要公司要筹备陈亚兰的专辑时，我就敲电话讲陈老师，阮要做一个新人，我们拢讲新人啦，别讲歌星，啊伊就交这个歌来，伊是交曲。我听这个旋律，我感觉好够就有感觉啊。但迄个时阵，我拄到阮公司发生一件代志，就是迄个杨明煌老师过往。啊，杨明煌老师嘛是我当初伫点唱唱片甲伊。伫伊边仔学做这物件，吼，迄当中伫做林慧萍的专辑啦，吼，啊，搁一寡江淑娜的专辑，拢有咧边仔甲学着一寡物件。啊，迄当中伊甲阮公司一个女同事结婚，然后未满1年，就发生意外。那因为我跟我们公司的女同事感情嘛就好，大概同事很久，都受到伊的心情，啊，嫁一个翁，结果未到1年，翁就无去啊。就站在这种心态，我就写了这首《放阮一个人》。所以伊这个故事，互我有这个灵感写，啊，我就甲填在陈进兴的这个曲内底，啊，然后写完了，摕互陈亚兰唱，啊，我希望伊唱歌有感情，我就甲这个故事讲互陈亚兰听，结果陈亚兰哦，听完都直直哭啦，这个歌录3天录袂起来，因为若唱啊放阮一个人，伊就开始哭，啊，声就袂用的，所以大概若当了放阮这个人，我就开始想到当时录音的画面。你若无讲，我唔知影讲是美乐理先来，你去学迄个歌词套落去。其实做词甲填词吼，我感觉填词较困难，因为曲已经固定啊，你必须伫这音内底吼，几个音几个字，你爱落了拄啊足精准的。
而且还够稻谷，而且还够意境，还够有连贯性。我觉得难度比自己天马行空作词来讲，较困难。传来一阵落叶声，缭乱阮的心袂定，情字要安怎写？海过的人拢知影，为情为爱半山游过岭，最后掠来心痛疼，幸福。亲像是树中山，慢慢消失，啥人赢啊？心碎落叶飞来又飞去，花谢早晚爱离记，为什么不愿放弃？爱恨已经无意义，心碎落叶飞来又飞去，不望后一个。春天，缘情以后注定爱分开，花上只剩一份情。落叶声，缭乱阮的心袂定，情字要安怎写？爱过的人拢知影，为情为爱半山游过岭，最后掠来心痛疼，幸福。亲像是树中山，慢慢消失，啥人赢啊？心碎落叶飞来又飞去，花谢早晚爱离记，为什么愿放弃？爱恨已经无意义，心碎落叶飞来又飞去，不望后一个。春天，缘情以后注定爱分开，花上只剩一份情。心碎落叶飞来又。声早晚爱离记，为什么不愿放弃？爱恨已经无意义，心碎落叶飞来又飞去，不望后一个春天，缘情以后注定爱分开，花上只剩一份情。
你甲曾淑琴老师什么款的交情，会当安尼大家往来遮久？应该是讲哦，伫所有歌星内底吼，我感觉曾淑琴伊的灵魂哦，是我感觉上单纯的。伊是唯一我感觉吼，人咧讲别人的闲话话时，伊过讲的应该毋是恁想安尼吧？伊过替人讲话哦，然后伊讲啊，咱无伫现场哦，莫去讲别人的代志。这个是从那时候我看到他，我觉得这个朋友会使交，因为伊单纯，袂去过话，啊，袂去讲别人的一寡闲话，足特殊的。哦，我觉得伊是我感觉所谓算到歌星内底上无像歌星的啦。伊的个性是安尼，比如讲大家来讲招去上节目，直直甲撸去迄个主持人的边啊，甲镜头较济嘛。伊就足奇怪哦，其他歌星来甲剪，又剪啊强剪啊上边仔去，伊家己主动会退位，所以伊的个性是较无爱去甲人相争。所以我感觉这个甲伊做朋友吼无压力，伊拢用语台咧做客。啊，伊是原住民，台语脑可能会晓讲。啊，所以变讲，我就甲一字一字甲讲，先甲故事讲互伊听。啊，我为虾米写这个词？我甲讲这词吼，拢会使叮当偌紧。你若感觉对音写到倒位啊，感觉减2字，还是加1字，你拢使甲我讲，我来调整。哦，哎，但是我感觉最厉害是，伊拢无要甲你叮当，伊会尊重人来做事。伊就想尽办法改伊家己的曲，伊袂去甲你改你的词，伊就想办法安那等阮世界，就是要甲你这事全部拢甲你用会着。这点我感觉伊是算到伫创作来讲啊，会去尊重做事的人。一寡做客的人哦，伊若感觉伊家己较大牌，伊会感觉讲，你这能力敢袂使换掉，还是讲安那多安那，意见会较济。但是伊是绝对尊重你做事的人，当初是安怎写，伊都袂甲你叮当。你当阵电奖的制作人做甲遮发挥，啊，毋过有一天公司向向讲，哇，咱要收煞起来。你敢有向向真惊吓讲？过来，我要行对倒位去。伫这个电奖我带7年，吼啊7年我就感觉今年结束，我就先休困。结果休困1个月了，工会就靠我，伊讲伊已经去谈着新的唱片公司啊。伊讲伊头路嘛甲我引好啊，讲叫我直接过去就好啊。我的薪水嘛甲我讲好啊，讲叫我去做，迄当就叫大型唱片。过去了头一张唱片就是半醉半清醒。所以那张成绩也非常的不错，我觉得也很好。因为当对迄个公司不是讲来做工会尔，还其他，比如讲孙建平的什么音乐磁场啊，因为他公司佫签一寡歌手，拢爱做。我甲讲，安尼我实在是无法度做这些行，叫我就甲工会讲，叫工会就甲我讲，无你莫上班，你就干那负责我的唱片就好啊，就接案子就对啊。后来刷落来，为半醉半清醒了后，迄个。我伫迄个大信唱带1年，敢若帮伊做2张嘛，一张就是我爱过，甲迄个半醉半清醒。了后我就离开啊，离开了，但是我嘛继续搁做伊的唱片，搁刷了后壁迄个什么一家后啦，拢是变做接案子，我就无伫上班啦。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都敢若面对工会这条唱片就好啊，就免搁其他一寡行政的代志，互我感觉做很不快乐啦。工会迄4块专辑内底。加减，老师发表的作品吼，原来真受社会环境。你像讲，你写亲情的《金针花》，这是足好听，嘛会转入去人心肝迄种的歌曲。足侪人吼问我为什么要写《金针花》，就想到金针就刚想到迄个金针白骨啊。但是很多人唔知讲金针花是咱东方的母亲花。好，大家拢知道康乃馨是西洋的母亲花，所以迄当中我要写金针花时，我就想那我要来写一条代表东方的母亲花，我就选了金针花。金针花头咧，敢若真正妈妈咧低头在做家事，迄个感觉、迄个意境去写这首歌。我就事先写好，才好曾淑琴填曲。但是曾淑琴真的是一写歌是需要先互伊。你甲讲迄个画面、迄个故事的意境，伊才法度去想讲要安怎写。结果金针花写完了，反正工会嘛摕到歌了，嘛感觉这个歌嘛袂歹，所以这个歌伫歌手比赛嘛足侪人唱的尤其迄个那个告别式的时候，也有人会放金针花。老师，这条歌甲你家己家庭，还是你的爸母的相处，敢有关系？加减拢有啦，咱的原生家庭，咱的家庭算小康，而且阮都是咧做生意的，所以以前咱的对一寡生活的迄个感觉，拢是因为家庭的关系，造成咱一寡观念，比如讲家庭有温暖无温暖，啊，像家庭
有富裕富不富裕，这不就会影响到每个人的价值观。但是我知影讲，咱的家庭是小康，所以都是爱认真打拼。你今要过什么款的生活，都是可以做得到，就看你自己要定什么样的目标。后来整个唱片工业在往下走之后，我的创作变得比较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感觉生活的刺激变少了，然后也觉得。在这个康城好像也不用为了生活啊努力的写歌，然后为了要想要谋生，啊已经过那个阶段了，所以就觉得现在写歌就是有意义的时候，有灵感的时候才写。较早写过男女的情爱的歌写多了啊，像放杀的啦，还是讲失恋的歌写太济啊，所以今麦若搁写歌已经无可能往迄个方向去写，今麦写的是。大情大爱，可能说对这个生活、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款的感受，啊，也是励志，也是让人心情得到疗愈。这个角度有可能会去写，但是你若讲若要搁写较早，应该是无可能啊。也是因为想要转变作词的方向的原因，你才去写迄条《疯女人》，对吧？《疯女人》这个代志嘛，真特殊，因为你写工会做也唱片哦，做太久啊。嘛，就是想讲要讲这个工会转型，看能不能再把它再往上再提升。啊，我给你这个灵感是跟江蕙在同一部车里面，那在路上看到一个类似像精神状态不太好的一个流浪的人，啊，可能衣服破破烂烂的。我突然有个想法说，这个社会边缘人为什么他会呈现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出来？是不是他有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才会变成这样？啊，我就甲工会讲，不，我来写一条迄度。社会边缘人的题材，你敢无法度接受？那有，我就来试看卖啊。啊，工会讲啊，袂歹哦。伊听到这个想法，伊就感觉因为进来歌伊唱到太济啊。你若我甲唱嘛，就咧讲这，伊嘛感觉唱较烂烂啊。啊，我就讲好，我等来拍拼。结果写完了，我就想讲，这个歌名要安怎落，要写什么？我想要下个耸动的歌名，然后就写《疯女人》。但是那美国几来讲环工什么萧茶某这种的字眼，我觉得萧茶某听着就比较质感就没那么好，也人家又看不懂，所以我们就写疯女人，好让看国语的人也听得懂，然后来就写，就没想到这歌抒情的曲也帮了很大的忙，他也写得很好，然后刚回去完了，然后呢外面反应也很好，甚至很多歌唱比赛，因为这歌不好唱，啊结果。唱这个歌去比赛，人嘛摕到最好的成绩。尖过头，咧个咧个，点点开灯风吹，心内批藏心底，行袂出无人回。过清气的香味，在风中飞。阿母啊，我在想你，你敢有想我？露水装心肝，流浪他乡的戆囝。当初为着理想，打拼的心情，如今拢变成酒后吐袂出、吞袂落的心声。一日沾一线。穿地个身躯的蓬西衫，若想起阿母的形影，温暖的煮饭声，目屎就流袂煞啊！金针过头，咧个咧个。
酸心肝，流浪他乡的戆囝。当初为着理想打拼的心情，如今拢变成酒后吐袂出、吞袂落的心声。一针一线，穿地的身躯的风细衫，若想起阿母的形影，温暖的煮饭声，目屎就流袂煞啊。金针花头咧个咧个，点点开东风吹。陪藏心底，行袂出无人回的金针花，清气的香味在风中飞。唱歌登台，甲伫 KTV 卡拉 OK， 迄是大无共对不？对，我常常教我一寡学生讲哦，你若要练歌，唔好去 KTV 练歌，因为 KTV 哦，迄下课拢做重的，大家酒啉咧啊，开讲一下然后唱歌我下课拢做大，拢感觉家己唱足好诶。其实你大家下课禁掉了后，原来音拢无准，所以我是感觉讲，若要练歌，应该伫厝练歌。但是唱歌这件代志，我拢教学生讲，伊是一个开心的代志啦，吼，就是讲唱歌就是爱欢喜。好，不要想讲要加太多的技巧。当然，我感觉唱到音爱准，在这个合理的范围内，好都可以成立。但是你别说讲哦，乱输唱，随便唱，安怎唱就乱输唱，无法度。其实唱歌爱用对方法，声都袂歹。好，甲讲话同款。你讲话你若无直直用丹田讲，声紧就烧声。所以唱歌是爱多用点丹田。唱歌袂使唱脑底，一定要互人听到迄歌词、迄唱歌迄力度爱扫出来，听个有情绪才会在起伏。所以唱歌，你若讲要甲当作讲是一个学问，它真的是个很高深的学问。但是你若讲我唱欢喜，当然它也成立，就看你要用什么款的角度，无同款。但是你若讲真正要去比赛，你要甲别人比落去，你没有过人之处，你是安怎讲比落去？真正要比赛的人，又搁得要有什么款的准备？要比赛的人哦，心态爱健康啦。好，因为你徛喺舞台顶，你就是爱接受大家对你的侮辱，莫讲批评啦。我是咧甲指导。其实很多人都说啊，咱这评审做久，干嘛做毒舌？其实我尽量不爱行毒舌的路线。因为你那个打击，伊可能总数唔敢过给你行你舞台，所以你要甲鼓励。但是你袂使给他不正确的方向，明明都唱到无好，还有空间会使加强。但是你甲学老讲哦，你唱得足赞的呀，伊就袂进步。所以我会尽量都讲一寡较中肯、对有帮助的。所以阮对目前人讲的评语拢无共款。当你本身就有真好的声，歌喉声质好，迄就较占优势。但是技巧若讲去甲补起来，会搁较赞。但是你本身如果说技巧无好，你就先甲技巧慢慢啊练。其实我看落来无人讲是全世界上好唱的啦。一定一山还有一山高嘛。但是你若家己比，你即个唱到比较早较好，安尼就真大进步啊！我感觉呢，这才是学唱歌我认为上好的观念。你什么原因讲？我这作人，我作词作曲家，我哪调整讲，我家己慢慢来出唱片，个连续出过落集。
讲到唱片是安尼哦，迄是迄当那个算少年，迄当那你无后做唱片，讲实在已经足无用的啊。迄当那唱片工业嘛是足辉煌的吼，所以我感觉很庆幸是讲我有经历台湾唱片工业上辉煌迄个时段。但是后来会来做唱片，就是因为幕后，因为有一个名词出现了，叫做 MP3，所以呢，大家唱片都开始卖得无好啊，因为都用 MP3 传来传去，烧来烧去，都无人去买唱片。迄个时阵我才感受讲，这个科技已经影响到这个产业，所以这个产业只会越来越差，不会越来越好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从我幕后开始的 case 变少，我就这个感受啊。所以迄个时阵都有一个语言，都有人问我讲，你敢要家己出来唱？我想无做我无试看卖啊，而且嘛，把一寡创作的作品，换我自己用创作人的角度来诠释，跟我做别人的唱片的差别，那也可以留下一些作品。所以当中我是无抗拒，虽然我感觉我唔是真适合，因为咱咧无合作久的人吼，行到目前我感觉是完全无同款的角色，但是年轻还是可以尝试嘛，所以就去做。结果做完第一张了。跳滚无几年了，佫一个唱片公司过来找我，我想有机会来，无佫做，就是安尼做，到最后到娘家，佫做，到即嘛总发6张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我就感觉讲，迄就是累积作品，我并未认为讲一定爱赚到钱，但这还好，这6张拢无了到钱，算都还算是不错。对人袂歹势，嘿，就是无了到，无了到就继续做。年轻人还是会有一个梦想，但对我来讲。有经历过就好了我们也不再期许讲自己还要有什么辉煌的作品，反正有留下就好了，其他市场就可以让其他有兴趣的人也可以来参与。当初咱写歌，伊就是写家己的心情嘛，咱家己有啥物感受，咱就写。甲即摆少年人同款啊，因即摆写歌拢批判社会啦，对社会不满啊，伊拢会写喺歌词内底，拢每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一个角度。家己的故事写久了，咱嘛无较侪故事啊，所以后壁慢慢，咱就累积一寡经验。比如讲，咱写一件代志，会使徛伫男主角的角度，甲女主角角度，拢来讲同一件代志，但是会使写变2条歌出来。到后尾我拢是看电视啦，看电影看一寡个新闻事件，迄是后壁训练出来的，就变观察，然后佮家己去想，才就会有的这样的角度。老师针对好歌名。这讲对歌名，较早阮伫唱片公司吼，做迷信的呢。你看最后是不是有去问老师算出来才敢用的呢？因为迄当初摕到 demo 是只有小酒了解我，但是听这个名就袂大看起来伤过怂啊。所以头家就讲安尼袂使，就去问，就讲恁这斗想，每一个人吼下班之前，每一个人拢搞想一个歌名出来，用投稿的大家就开始想，到最后入围几个酒啊、心声烧酒、酒我什么，就侪人开始搞出来，结果就摕这，因为字袂使收长嘛，收长就感觉封面敢若落长，无记袂起来，第一歌袂使收长，就完了后就去互迄个老师看，互老师跋杯看嘛都上较好，结果酒后的心声，佫想袂到佫大条，所以你讲这嘛是件很巧合的事情。你讲无相信，嘛袂使无相信。从一开始就逐底主打歌拢爱去问老师啊。你家己好歌名，就足用心呢，足侪灵感发挥伫内底呢。好听到歌名，就会感觉讲有印象呢。你讲放阮一个人，爱愈深心愈硬。你讲台语歌袂使伤长，你点阮心内上深的所在。迄个歌嘛是真特别嘛是甲真抒情合作的。嘛算我头一届写到8点档的片尾曲。迄当中是蔡幸娟在筹备伊的台语专辑。然后蔡幸娟本来是唱国语的嘛，伊换公司了后是要头一张是要唱台语，伊嘛是找阮敲电话来问我会使斗写歌无？结果我就想讲蔡幸娟，我就因为我头一届合作，所以我就开始看听伊较早写的歌、会唱的歌来找灵感。然后我想讲，也写很温柔，然后呢也很有那种感情，所以我就在想说，那我要写一首。不要只有谈你跟我，是讲男主角或女主角，我可不可以写一首大家都可以对号入座的歌？所以我就希望你当我心内上深的所在，但这个你不一定是情人，不一定是翁仔某，有可能是时代，有可能是阿公阿嬷，反正这世人在你心肝内底有意义的人，在你上心的时候，他都可以成立。所以我就先把这个歌名先写出来，所以这个歌嘛是先有词呢。先有史了，再互曾淑琴去谱曲的。
所以我就写完了歌，说了啊，我就打电话给曾淑琴，我说这个歌吼是蔡幸娟因咧邀歌，啊，我想讲咱合先合作，那 demo 唱完了，咱就交互伊。我听到曾淑琴的 demo， 我就感觉伊的曲写得足好诶，虽然歹唱啦，我感觉哦加足加啊悬足悬诶，啊因为曾淑琴本身是歌手，伊足够伊家己嘛吼，对加落啊悬嘛悬得起哩，所以伊唱到这悬，我想讲哇这悬这歹唱，敢无法度，啊但是还好阿关嘛足够唱诶。所以你踮我心内上深的所在，目前为止我感觉阿关唱得上好，佫想要甲唱完了，因公司佫摕去做8点档的歌，所以迄当中我就感觉哦，这个歌效果佫袂歹。现主是你的心境，什么人还是什么代志，伫目前你心内上深的所在。那要讲这个部分哦，也是讲咱受到就是厝的时代啦，吼，因为我爸爸妈妈都不在了，啊，你即摆来讲想讲对上深的所在，你也是讲，虽然讲咱平常伫生活时阵哦，拢相信讲伊会过到足好诶，虽然讲伊无伫身躯边，但是咱诶心话是讲伊不管伫什么所在，伊过到足好诶，所以咱莫去操烦，嘛莫讲去想讲啊，伊伫另外一个世界是毋是过了无好，爱相信讲伊过了好，你才会感觉讲。啊，咱即马所来做什么代志，都拢袂互伊操烦。啊，虽然讲咱当初做囡的时阵，会感觉讲做囡仔无啥了解讲时代伫为生活咧拍拼，会迄款的操劳。虽然咱知伊诚辛苦，但是伊真正所有的苦，咱敢真正大家拢知影，无一定，因为伊袂甲你讲。所以咱站在小孩的立场跟看父母的立场，迄个角度无共款。所以咱直直是讲。如果你若问我即马有上大伊遗憾，就是讲，但咱伫咱事业较好的时阵，生活过得较好的时阵，伊就无伫咱的身躯边啊。这是我感觉上遗憾的。即马来讲，若想起来，若每次若像你踮我心内上深所在时阵，我第一个受到就是家己的老爸，好，会让我一直觉得说，伊一生遮辛苦，伊拢无享受到。啊，你讲伊无认真咧生活嘛，伊嘛足认真咧拍拼。阮较早做生意是风雨无阻呢，啊，阮爸爸是全年无休的呢，啊，他也是为了这个家庭很认真的在打拼，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说，这人生哦，有时候到底这些看不上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，年轻的时候很认真在打拼，但是健康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所以这是我自己会有所感触。咱较早袂晓想，啊，到讲咱会晓想，常常想到爸爸妈妈伫咱少年时甲咱交代的话，甲咱讲的代志。跟咱相处的情形的时候，已经离开去。所以这就是我想，不是刚才咱有这款感觉，应该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啊，就是想要跟时代分享现在的成就，或者是现在的所有的一些成果，但是伊人都无伫。我感觉是我家己感觉较遗憾的所在。今仔日甲老师坐做伙讲过程，嗰种嘛感觉。足欢喜，足好气。我要邀请老师，在咱心所爱的歌镜头前，甲世界电影明星同款，印一个互阮久长流传的手印。老师请。真英雄呢，来。咱看金针花，听见落叶声。你放阮一个人，毋过犹原，你踮阮心内上深的所在。老师每一条歌拢是杰作，每一条歌拢是真实的体会。老师多谢，多谢你来开讲，足期待，足侪观众朋友拢足关心你。望讲你继续互歌单好听、感动人，写出心灵上介深的所在，迄款打动的作品。老师多谢，我继续拍拼。老师多谢，多谢，多谢，谢谢，多谢，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，多谢。